日嚟到泰國曼谷拉咗蚊㗎啦，泰國國家運動場。出場啊！而家行個大運先，趁未開波之前，好大幅大金嘅講到嘅泰國國家隊。泰國國家運動場拉咗蚊㗎啦！今日係亞洲杯外圍賽呢一組最後嘅一輪，泰國必須贏呢個土庫曼，必須贏啊！必須贏到先出到線，仲要唔止贏一球，要贏2球先出到線。因為第一回合喺土庫曼嘅時候，土庫曼贏3-1，所以呢場起碼要贏2-0或者3-1或者4-2啊，總之贏2球先至可以靠較佳得失球出線。泰國嗰個運動場拉咗蚊㗎啦！可以容納6萬幾觀眾，但係而家改建之後可以容納58,550人球迷。準備為咗98年嘅亞運會而興建嘅，都主辦過2007年嘅亞洲杯決賽周，當年係泰國、印尼、越南、馬來西亞一齊主辦嘅。ท่านผู้มีเกียรติทุกท่านครับขอเสียงปรบมือต้อนรับทีมชาติไทยและทีมชาติเติร์กเมนิสถาน 今日就現場應該一半以上啦，我諗4萬球迷到。目測就未滿嘅，應該唔夠4萬觀眾。我着住藍色，老友即刻買送嘅波衫，即插即用，戰將加油，戰將輝煌。音響爭啲喎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stand if you are able to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urkmenistan. ท่านผู้มีเกียรติทุกท่านได้โปรดยืนขึ้นเพื่อ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คารพเพลงชาติเติร์กเมนิสถาน土庫曼斯坦嘅國歌，土庫曼。
泰國個歌。必須淨勝兩球以上啊！2-0、3-1啦，理想波膽。對上一次入嚟睇就睇東南亞錦標賽決賽，主場輸2-3俾越南。今次對上一次嚟泰國睇波應該10年前啦。喺呢個球場我睇過泰國對亞曼世界盃圍賽啦，10年前㗎，亦都睇過亞洲杯 U23決賽周，亦都睇過東南亞杯嘅決賽。今次係亞洲杯圍賽生死戰，泰國必須要贏土庫曼斯坦，先至可以憑得失球嘅得球較多，晉級2027年嘅沙地阿拉伯亞洲杯決賽周。泰拳都要出㗎啦！香港人嘅鄉下，除咗日本之外，泰國相信亦都肯定係香港人第二個鄉下。如果話第一個日本鄉下係日本。泰國就係第二個鄉下，曼谷亦都係我哋經常會嚟嘅地方。泰國隊加油啊！希望嚟緊嘅2027年亞洲杯決賽周，就算冇香港隊都要有我哋香港人嘅其中一個第二個鄉下泰國。